呢部咧係美斯嘅 X10 Pro 啊 ，KT170嘅單端膽機。咁我其實係未見過實物嘅，第一次見啫。因為我之前拍嗰個版本咧就係 X10 嚇，X10咧跟機咧就係 KT150嘅。咁現在 X10 Pro 咗啲乜嘢啊？就係跟機咧改變咗做 KT170啦，已經即係直接升級咗上去啦。因為之前買 X10嘅好多朋友其實一定係要買 KT170嘅，咁啊廠方諗住唔使啦，直接就跟對 KT170俾你啦。跟住另外咧喺機箱啊、線路等等咧，亦都係升咗級嘅。尤其咧就加入翻呢個 hum balance 嘅調校位置啊。X10咧係冇 hum balance 調校嘅，只有即係 bias 調校嘅啫。咁而家加翻個 hum balance 落去調校。線路方面咧，見到中間有一對 274B 啊，美斯嘅 274B。咁其實咧獨立左右聲道各自整流嘅。跟住前面見到前級膽啦，12AX7 一對，然後咧就去一對 6SN7 後面咧就見翻有對 KT170喺度。咁大家唔知留唔留意到啦？除咗嗰對 274B 係印咗美斯之外咧，其他嗰6支膽咧全部都係俄羅斯嘅進口膽嚟嘅。咁咧印美斯自己嗰啲膽，譬如你揾貴族之星或者揾林娜去 OEM， 其實個成本相對比較低啲。而其他嘅呢幾支俄羅斯膽咧，係肯定要俾錢同人買翻嚟嘅，同出邊嘅電子管商買翻嚟嘅。咁粗略估計呢3對嘅俄羅斯膽最少成本點都要3000蚊或以上噶啦，即係所以嗰個淨係膽個成本都已經3000蚊啦，你諗下，咁部機先萬幾蚊，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唔知係咪定錯咗價，相對地太低啦個價錢嚇。呢部機嘅輸出咧唔係話好高單端甲類20幾瓦啦，理論上應該係比845嗰個30瓦係低咗啲嘅，因為譬如 X11 同埋 X30 用845啦，嗰個輸出係30瓦啦，但係竟然呢部 X10 Pro 推出嚟嗰個低音咧，我自己覺得係實淨啲嘅，即係唔知係咪因為即係俄羅斯嘅膽KT170係比較硬淨啊，定係點樣樣？喺個低音嘅質素嚟講咧，我覺得 KT170咧係實淨同埋係即係打到心口嘅。咁當然即係以個襟聽程度同埋膽味嚟講，即係845又會優勝翻啲啦。咁即係客人自己嘅取捨。如果你喜歡即係刺激啲嘅音樂嘅話咧搶耳啲嘅，咁其實呢部 KT170咧係一定會俾到驚喜嚟嘅。是一個錯誤年份，認識不該結識的人。如果想跟下潮流玩下呢個新膽 KT170嘅話咧，咁呢部美斯嘅 X10 Pro 咧係絕對值得你了解同埋去考慮噶。有咩查詢或者交流可以 WhatsApp 我91913844。